谢谢侯磊的表演。所谓强强对话，遇强更强。接下来我更加期待你的表演，加油阿来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阿来的《爱的心声》。我们哈萨克族有一个习俗，家里面只要有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就要送给长辈，我就会送给了奶奶。我奶奶也住在草原，我从断奶开始我就跟奶奶在一起。我的名字是日出的意思，就是我奶奶起的。她希望我能像日出一样，永远能生机的。一直到7岁那年，因为一场意外车祸，奶奶就离开了。奶奶，这首歌代表了孙儿对你的思念，希望你能听见。今天我带来一首《天地在我心》，献给我的奶奶。我想对她说，奶奶，阿来长大了。天边的星空多么美丽，可是没有你，一切都没升起。每一个孤独的黑夜里，你知不知道我默默的思念你？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，因为爱着你，我不会再哭泣。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，拥有你的爱，相信我会创造奇迹。谢谢阿来，也谢谢侯磊。我听他们2个人唱歌，我听完他们俩唱歌，我很庆幸我不是一个女孩子，否则的话没法选择。侯磊就像一个萦绕心头难以挥去的前男友，阿来呢就像一个突然闯入激情四射的追求者，太难选择了。是的，其实听他们2人唱歌，我脑海当中一直都在想一首歌《男人海洋》，男人的深情就像海洋一样的澎湃。伟忠哥，你应该深有感受吧？我要说的是，侯磊在唱歌的时候呢，我一直看一看我们 Coco 是个熟女 ，Coco 眼睛里面开始泛泪水了，就代表你唱得真好，你打动了女人，这很重要。
然后阿来前2天可能感冒，一开始唱的时候嗓子有点哑，可是到后来，真情完全感动天地。然后 Coco 就跟我讲说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感情是唱歌很重要的事情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阿来喃喃自语，麦克风没有收下来，你对天是在说什么话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是我们，就是我奶奶肯定不知道我会站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她献唱一首歌。了解，跟奶奶说话。好，韩红。好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的关系，那非常谢谢伟忠哥的点评。那来，各位梦之声的成员们，不要忘了，各位要发布偶像指数。来，在各位发布偶像指数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来进一段广告，一会儿回来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中国梦之声Chinese Idol 6强争霸战的直播现场。以侯磊、阿来刚才的表现，他们应该都可以成为中国梦之声全国6强。但是按照规则，这一轮只能产生一个全国6强，究竟会是侯磊还是阿来？请看大屏幕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恭喜阿来。恭喜阿来，全国6强。侯磊暂时待定，我们希望你。